为什么？哦，很危险啊！啊，中间嘛。哦。听到叮当的更替拖地声，互人惊出一身冷汗。因为这条钢筋是为边这栋建设中的大楼拉落来，而且大楼边就是公园。若是当时下骹拄好有人，后果是不堪设想。自开始你围的时阵啊，我唔知影讲，开赶紧要开啦。啊，你赶紧要开的时候，你明知影讲这是工地，啊，恁开这的时阵是毋是你家囡仔，甲这迄落，甲咱台湾市民陷于不义？迄足危险的，你知无？因工地是内行人，做外行工课，哦，拢足靠势，哦。啊，产生着阮后家地方吼，间隔的住户非常的困扰。对此，议员蔡小薇、朱正轩特别召开记者会，邀集相关单位进行全面的探讨。在昨天工地的部分哦，有这个铁条掉落的意外，那我们希望这个意外绝对不可以再发生，因为每一个孩童甚至是家长在这边都是非常宝贵的生命，所以我们也不希望有这样的憾事发生。所以今天再一次的来到现场来看这个场地的部分哈，希望可以做加强的维护，做一个区隔。公安的问题，还有我们公园现在看到，不管是我们的碎石区，还有我们的一些遮阴的部分，其实我们都希望市府好，还要再更好把它补起来，让家长可以使用上更安心，让小朋友使用上更舒服。工地主任勇士指出，目前已经全面将风电网完成绑布，也工部派工全面巡查工地。现在已经在加强所有的帆布，再重新把它绑好，然后所有的鹰架我们再重新加固，然后最顶端我们那个扶手的部分，如果会摇晃的，我们全部再把它绑紧。然后我们现在在加强防护的部分，我们初步眼里是在增加拦截网。我们也请旁边的这些营造的厂商务必要强化它的一个安全措施啦吼。那不然的话，这边因为大家都会带着小朋友来这边来游憩，那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园。那如果说在公共安全没有做到位的话，的确是会让民众感到忧虑了哦。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刚刚也有特别要求我们的营造厂商务必强化所有的这些公共安全的一些设施。那同时在强化的过程当中，也要求他们务必派人加强巡逻，然后以确保在加强的过程当中这些设施都能够非常的安全。副市长叶铁山说明，工务局稽查了后，认定业者违反建筑法，将对承造人开罚18000块。后续嘛要求工地做全面检视，加大安全走廊，完成现有防护措施。同时嘛要求建筑商10天以内提出改善计划，并增加劳安人员检视。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